今日喺1月13日我哋本來咧可以紀念一位聖者，叫做Hilary 伊拉略，係一個主教，係一個聖師。聖人咧喺第4世紀初喺法國嘅呢一個叫做保提埃嘅地方出生。佢係喺350年咧被選任為該城嘅主教。佢本身咧佢唔係嚟自一個天主教嘅家庭啦，但係咧佢渴求真理，佢咧要尋求人生嘅真正嘅歸宿。終於咧佢揾到呢個結論，就係真理只有一個，多神論咧係錯謬嘅。真神咧必須係永遠係始終如一、全能嘅、萬有嘅。咁佢開始研究聖經啊。當佢讀到出谷記，天主對梅瑟講咧，我是自有者嘅時候，佢好感動。佢又讀咗好多呢啲先知關於天主嘅呢個描寫。之後咧，佢讀完咗古經啊，佢讀新經，由若望福音第1章咧。佢明白到天主聖子同聖父同性同體，佢亦相信呢個信德嘅真光咧，佢就信咗教。佢35歲奉教之前，其實佢已經結咗婚，有一個女嘅。咁但係因為佢嘅才德所以後來佢哋選咗佢做主教啦。當時係咁噶啦。咁咧佢雖然唔願意做啊，但係後來咧俾人逼佢啦，佢做咗啦。咁佢先後咧，佢為馬竇福音聖詠做咗注釋，寫咗2本書，主要嘅目的係駁斥當時嘅亞略異端。而當時嘅皇帝咧，君士坦丁咧就好支持擁護呢個亞略異端，佢迫害過好多呢啲主教啊。咁伊拉略咧都寫咗一封信俾呢個皇帝，勸佢咧同教會修和。咁咧結果咧就皇帝將佢充軍啊！喺充軍嘅時候，佢埋頭苦幹咧，寫咗呢個論天主聖三嘅一書，駁斥呢個異端啊！咁後來咧終於咧佢被邀請去參加呢一個尼采大公會議咧，佢咧再寫一封信咧俾呢個皇帝。終於咧佢邀請呢啲亞略異端嘅人同佢公開辯論，嗰啲人唔敢嚟啊！最後尾佢翻法國，啲人好歡迎佢。咁佢死後咧教宗咧就佢死嘅時候368年，而教宗庇護9世咧1852年咧封佢為教會嘅聖師啊！我哋今日都求呢位聖者幫助我哋啦，好似佢一樣，對聖經、對天主真理嘅渴求，同埋呢一份咧不畏強權咧去捍衛真理。恭讀按聖馬爾谷所載耶穌基督嘅福音。耶穌和他的門徒進了葛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穌就進入會堂教訓人。人都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似的，不像經師們一樣。當時在他們的會堂裏，正有一個附邪魔的人，他喊叫說：納匝肋人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竟來毀滅我們？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天主的聖者。耶穌斥責他說：不要作聲，從他身上出去。邪魔使那人拘亂了一陣，大喊一聲，就從他身上出去了。眾人大為驚愕，以致彼此詢問說：這是怎樣一回事？這是新的教訓，並具有權威。
打連給邪魔出命，邪魔也聽從他。他的聲譽隨即傳遍了加里肋亞附近各處。基督嘅福音。今日由呢個馬爾谷，我哋知道咧，好清楚喺呢個葛法翁嘅地方，喺安息日，耶穌你入咗個會堂咧教訓人。今日呢個葛法翁咧係一個廢墟嚟嘅，不過咧考古裏頭咧揾到呢一間嘅會堂，甚至唔知點解咧，佢哋整咗個牌係寫住呢個係 Synagogue of Jesus 係耶穌嘅會堂啊。咁佢喺度講嘅時候，重複開頭同結尾都講咗，人覺得佢講嘢好有權威啊！好多嘅人係解釋一啲嘢，耶穌就係嗰啲嘢啦。所以佢講自己嘅事嘅時候係好真實所以啲人覺得好有權威唔係好似其他啲經師去解釋去講佢哋想嘅嘢啦。耶穌就係講緊個事實俾我哋聽，亦都係佢生活緊嘅嘢。然後最後尾咧喺馬爾谷嘅中間呢個記載咧，即係佢驅魔。如果大家知道馬爾谷福音寫俾羅馬人啲羅馬人好中意啲神神怪怪嘅嘢，好似呢個年代我哋嘅人，所以咧佢講晒啲好神化嘅嘢奇蹟，馬爾谷係寫得最多讓啲人知道耶穌可以做呢啲嘢令到咧佢哋話哇，魔鬼都聽佢講，邪魔都要聽佢講，呢份嘅權威係幾咁大不過值得我哋想下，咁咪點咧？葛法翁咧啲人唔知點改變咗啦佢冇被天主祝福嗰啲地方而家冇人住得間考古嘅地方一個聖堂。咁讓我哋聽第一個嘅讀經都請大家咧留意呢一個亞納佢點樣祈禱佢讚美天主萬軍嘅上主，表示呢個天主好有能力然後佢講：你睇下我係一個可憐嘅婢女。琴日我哋讀咗咧，就係佢嘅太太嘅另外一個妻子咧，因為有仔女餐餐諷刺佢佢好慘，因為猶太人冇子女咧，係叫石女佢哋好相信喺天主封咗佢嘅胎，所以佢哎呀，求你紀念我啦，唔好忘記我啦俾一個男孩我啦，你俾咗我之後，我會將佢獻俾你嘅。後來講係呢個經師厄利係一個經師，都係一個先知，但係佢好差勁，有兩個仔咧衰仔嚟嘅，所以天主咧唔再睬佢啦，唔同佢講嘢，因為佢冇盡到本分咁然後佢再亞納再同佢講：你唔好以為我飲酒，我唔飲酒嘅我喺度祈禱啫。然後亞納點祝福佢咧？呢個值得我哋想下。亞納祝福佢，唔係亞納，厄利祝福佢，你平安去吧。我哋祈禱嘅時候求好多嘢，但係天主俾我哋嘅係呢一份平安 ，Go in peace， 唔係叫我哋 rest in peace，Go in peace。你平安咁去，究竟我哋每一日我哋帶咗啲咩出去，令到我哋有平安咧？大家記得聖誕係講緊有天主嘅愛，你有平安。天主愛係咩？天主愛就犧牲，捨棄自己呢份耶穌聖誕就離棄，唔係離棄唔執着嘅係天主，無限嘅天主進入有限嘅人類，一份愛。如果我哋都能夠放低自己認為嘅嘢，我哋跟從天主，我哋自然會有平安。然後佢仲講：願天主賜俾你所求。然後亞納點樣答？願你嘅婢女喺你嘅眼內蒙恩。由頭到尾都係承認自己我係婢女嚟。希望我哋祈禱都明白
唔係我哋要天主做乜，天主係天主，我哋求佢嘅，我哋唔可以問下你要俾咩我。佢講咗，如果你願意，你垂顧我，請你可憐我。